啊，过来这件是新北市土城的警方到一条巷仔底要抓一个通缉犯。这个通缉犯甲这车拍马库要来走，警察开2000架警告，想要到这颗是真粗残，硬马库来弄警察。加在这个警察骹手马掠闪有过，也毋过其中一个警察是去跋一倒，啊，这个通缉犯尾也是请弹的换坐客停车来逃亡。不过这警察也是伫7点钟内甲站起来。 会撞哦！他倒车！碰一个一声警用乌托邦直接被弄倒在地，原警随开枪。连开2枪，想要压制嫌犯，因为伊真正有够唱秋，唔插有两原警徛伫后壁，直接驶倒退想要走，加在一个人骹手脚尾随跳开，另外一个警察就摔倒在地。 声音很震撼呐，有枪击声呐，追逐声呐，那个车子倒退，那机车全倒，噼噼啪啪的声音很大啦。我也不晓，我以为是兄弟对干啊，我就很怕啊。这个惊险场面发生伫昨下晡3点，新北市土城延吉街巷仔内。当时警方有情报要去抓窃盗的通缉犯，想不到嫌犯拄到警察，直接将车等伫路边，一直走，搁爬过围墙啊，乘坐警车到艋舺，搁换车到三重埔。 想要互警方抓无人，最后伫桃园嘛是互人抓到。那偷车的案件，目前我们清应该是有10几20件。之前有听到他在其他单位在查缉的时候，也是有冲撞的情形。那我们这一次同仁是幸好是无人受伤。 60岁姓黄的嫌犯有过来摆伫北部地区偷牵车，被害者尚无有20个人，已经有窃盗妨害公务前科，毋若无要配合调查，佮驶车弄原警，即马罪佮加一条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